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24章，传令者是安怎无要定审判的日？捌伊的人是安怎看袂到伊的日？有人移山对界，抢规群的精生去饲，因甲孤儿的驴砍去，掠寡妇的牛做抵押。因剥夺散车人的权利，逼艰苦人逃亡匿起来。散车人亲像风暴的野驴，为着囝儿拍拼找食。因伫别人的园割牛草，伫歹人的葡萄园捡剩的葡萄。因规暝无衫通穿，脱体得困，寒嘛无通夹。因伫山里予大水压淡，因为无热早，就冒伫石壁。有人对老母的行情，甲无爸的囝抢去，搁掠散车人的囡仔拄笑。散车人无衫通穿，脱体做工，还巴肚替人担袂捆。因伫歹人一排一排的橄榄树中浸油，打葡萄做酒，家己咬骨喙焦。城内有伫要死的人嗨惨，受伤的人哀叫求帮赞，毋过上帝拢无伫关心。有人去杀光，毋知伊的路，无爱行光明的路。天还袂光，杀人的就起来，去杀散车困苦的人，暝时搁去做贼偷体。奸淫的人必须听候天暗，想讲无人会看到我，搁暗家己的面。贼仔暝是乌壁空，日是眯起来，因无爱光。因看暗暝做日时，因为因看黑暗的恐怖做朋友。歹人亲像水泡真紧消失，因本着的土地受咒诅，无人搁行去因的葡萄园。抗旱甲炎热，互西洋去，互水消失。阴间嘛安尼吞灭有罪的人，连生因的老母嘛袂记得因，通甲因食了了。歹人无人少年因，亲像树受压制。因欺负无怀孕无生囝的妇人人，无好款待寡妇。上帝用伊的权力消灭强暴的人。因虽然兴起，伊互因性命难保。上帝互因暂时平安无事，伊的目睭不时监视因的所做。因虽然兴旺，毋过一时仔久就消失。因话衰微，甲别人共款，互人收拾，亲像麦穗互人挂起来。安尼，啥人会当甲我反驳，证明我所讲的毋对？